借了很多时间，chờ我追逐争吵告别。同学说情节很刺激，但却不太在意谁会受伤，谁会瓦解。是不是我不够残酷，还是冲突还不够大？为什么事情一直发生，观众却没有真正留下来？Lisa Kron 在 Wire Fruit 说，人类的大脑不是被时间吸引，而是天生会追踪角色的动机、语气与判断。我们在看故事时神经系统不断在问，他为什么现在这样做？如果是我，会不会也一样选？大脑会自动模拟角色，建立因果预测啊。如果行动没有心理理由，观众就无法参与决策。时间再大，若没有内在动机支撑，只会变成资讯流动，却不会转化为情感投入。观众在意的不是发生什么，而是为什么非现在不可。不是角色做了什么选择，而是他心里正在害怕什么结果。当动机被看见，风险才会成立。故事不是被看完，而是被参与进去。想象两个角色都在逃跑，第一个只因警察靠近，第二个因为一旦被抓，他将失去唯一相信他的孩子。时间看起来一样奔跑，瞬息夜色，但观众真正跟上的是第二个人的内在恐惧。这不是表演技巧，而是编剧是否让观众提前知道。这个新单位可叫什么？不是加快节奏，不是放大危机，而是让角色的心理状态先走在时间前面。当观众理解风险，每一步都会被放大。现实只是沉默的选择，也会变得无比紧张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不是时间不够大，而是我没有先告诉观众，角色到底在害怕失去什么。以后我写场景会先写清楚一件事，这个选择在主角心里究竟赌上